那要不你谈我吧？啊，你听说了吗？韩少君昨天晚上和少城主同房了。他们俩不是早就成亲了吗？怎么现在才同房啊？哎呀，韩少君身体不是一直不好吗？哦，也就是说少君现在身体好了。我先走了。陈芊芊威猛山剿匪，还想撮合你和韩少君。现在看来，少城主就是玩了一招高明的欲擒故纵，好让韩少君对您彻底死心，对他死心塌地。什么？陈芊芊要撮合你跟韩硕？他这不是耍你逗你玩吗？就凭这件事儿，是个人都不能忍。谁说我要忍了？就是说嘛，怎么能让他这么嚣张？必须要好好教训他一顿。哎，来！天哪，两个人竟然牵手了！是真的。他们怎么这么八卦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今天就知道了。明天会有新的司学来继续督导大家，以后没有我的督促，大家也务必勤勉。什么情况？他又来了。裴思雪，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裴思雪的意思是以后都不来了吗？裴恒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在宗学堂了？我已经向城主请辞，不再任司学一职，以后也不会再来宗学堂了。是因为我吗？那你也不能连私学都不做了呀！你不是一直追求独立吗？你这好不容易才当了花园城唯一的男官。可即便我成为花园城地位最尊贵的男子，我也依旧无法拥有你。我现在只后悔，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发现自己喜欢你？明明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立下婚约10几年。明明我比少君更早认识你。明明你每次看到我，眼睛都变亮了。明明你送了我亲，为什么我还是错过了你？我不懂，也不甘心。韩硕，你别瞎想啊！我没有。你的双眼怎么没为我亮过呢？怎么办啊？我都被他说动心了。也是，如果有一个女人送我琴，鼓励我成为花园城最尊贵的男子，还与我有10几年的婚约，我也会为她矢志不渝，不离不弃的。我也会为她弹琴。那要不你谈我吧？啊？不生气。